所有竞选，互伊亲份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个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昨天的吟诗学到上帝，圣诗210首，圣诗210首。lã落第2组，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因无爱到，上帝所定定义。圣诗210首，咱大家来吟1节、2节、5节，来起。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竟是个死来葬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第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经文。49篇，经文49篇，也就是以赛亚55，天空89页。经文49篇，咱大家来听，来，最大的人要有水，咱遮的人嘛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面。免钱，嘛毋免钱。你若着开钱买，食袂得着的面。咱着好趁钱买食袂饱的面。你对听我讲的，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好食。咱找着的上水时，就来找伊。当伊有我时，就来求叫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杀因的计谋，要归向上主，伊要认领。要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咧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你比地加较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报倒转。要论一土地，互我讲有意安怎？
经济，我人有理由，对我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手欢喜进。欢喜是吧？靠我传言。以前有气体的所在，会发上帝。有抄袭的所在，会发下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节日。这永远不会记得。咱下头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基地，阮感谢你看顾阮大家平安顺遂，已经早起阮三个做伙注意路程，感谢敬拜落你，感谢主，伫国际情势悠然充满秩序、紧张气氛，阮有缘会当得到最国家的关心支持和共款，我们会感谢主。疫情的控制，对我有缘严重，阮有缘感谢主，互阮大家当安分守己，遵照指示，互疫情会当平安顺遂控制。这一切我拢要感谢和乐。国家的发展、经济进步，甲着人民的安全等等，拢需要好的政策来推动、来进行。求主施大权能，互阮2021年公投案顺利完成，公投死案无倒事。今仔日是退休告诉主任，阮看见侪处理真重的部门，因对年轻永重视，有献心一世，诚做处理的部门，因认真学习，总比家己辛苦劳碌，用尽一切，一生为主做工。求主纪念因所做美好的工，岁数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加添日日的心情。因有缘热心听主，连愿小进，如愿有害。求主稳上加稳，热上加热，大大赐福因，享受主你所创造一切的好。圣诞节期已经到，求主赐福国教会所举办各种建造的活动，和普天的专业员，拢会当感受主你降生大欢喜的旨。愿感谢主，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们咱请圣国敬。
丰收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诗篇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诗篇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台语汉译本581页，国语本659页。诗篇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诗篇第1章第1节，我无行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即互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切健康。咱搁看一位以赛亚书27章第4节，以赛亚书27章第4节，台语汉译本714页，国语本835页。以赛亚书27章第6节。以赛亚书27章第6节，将来雅各要定伊的君，以色列要发芽而花，因的果子要充满世界。以上愿主的话，请做咱的放生。讲到咱真欢喜，现在去耶稣伫咱中间，伊要用果树栽溪边，望阮哪个主，咱请耶稣。咱政府规定讲，咱是必须的，这口罩要紧。我上久无来咱教会礼拜，我今日看到大家，安讲啥？看到大家啊，真欢喜，实在真感激啦哈！看到有用的啦。不然是我真是个，我看到真感激啦。所以有信做兄哥啦，各种大神家用宗主，有信听无？听无？感谢主。我今仔日是代表这个。退休通告协会派来咱遮，嘛是咱的语文老师调我指定我看咱旧年的方面是11200户准的，11200户，旧年的方面是讲到今年。有14700户，安尼加要3000块吼。其实吼，咱这会友大概要30个左右，爱当甲方言安尼吼，平均一个人也要500块，真好处呢。咱7000中的拢总有89间，差不多90间教会。其中只有30间的教会伫位伫咧体育堂到遮个方面。安尼看咱的教会有魔法无魔法？有魔法呢，30个会友，险到要15000块，一个人平均500块呢。若300个会友一礼拜，3我10我就15万啊！你甲看。这教会7000中的这教会，无像咱的教会遮尔啊可惜。我安尼看着，为特定了啦也是有信有用吼。像讲这做牧师献身做主的工，路边当牧师要毕业台南新来。
问当时的万年花院长，讲我若毕业了要安怎做一个真好的牧师。伊讲规两岛暂时15种57节，我的兄弟啊，你着尽力为主做工，着偌无工课。啊，好，本的圣经我念了，这理多做主公。这理就是讲，迄咱勇敢要了去。我看一个女长了安尼，叫电梯去遐，你看嘛，啊，伫爱行创，讲金山银山我人无爱。啊，我哪想讲咱呢会当穿着这个气吼，安尼要活着，啊，有人讲嘛献身做主的工。我去参加校友会，拄着拄着囝仔的妈妈，伊甲我讲，我若讲为着阿爸去读册，啊去做牧师，伊着伫厝里吼，使牛犁呢，去远做啥？我要饲即阵仔囝，上帝若毋是活我的上帝。当侍候伊的子孙，我看着四位这吼，我着安尼，想着讲，迁了教会啊，因爸爸阮是有理想啊，听这出外的传教者人来讲道啦，无地大啦，拢去住，阮是理想因兜，然后反对传教者，我嘛伫遮。对我上帝，甲咱大家感谢咱有即个心。90间，干那7000中，90间，只有咱30间，其中是，搁即个比例的方面非常较济。我毋嘛咱善心就好啦，毋免讲献偌济啦，照咱想法所爱做，咱家人的家庭，家人家庭的这个经济计划。我是安那有准备好势啊，话甲讲我这方面是拢安尼啦。既然做这个方面就另外一个，礼拜这个方面搁另外安尼做伙咱这个方面是讲为着体育通告者方面组织，为着教牧之友，为着其他啥物货咱着甲迄顶悬甲交个体育通告者方面组织。因着顶悬，因着去乱啊，因着去乱啊，我因要做啥物货，有专门的人对啦，安尼吼。我讲一个例，即马咱记到这开始吼，咱即个上年之间吼，上年最近因即个内面吼有一个。牧会甘苦谈吼，甘苦谈吼，是林永龙牧师写的。林永龙牧师吼，伊去修理去卖过，伊迄个看做全家修理，迄个考因师啊，咧修理讲我会当踮遐唱歌袂？伊讲会啊，我试者看卖。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安尼。对头到尾吼，有一个人甲头约起来。You raise me up， 伊鼓励我。迄个人甲头约起来吼，着甲放出去。这真正对美国过倒来讲，你安那想做，我是毋是讲走去节目啊？原来伊就是去买迄个考音机，伫遐安尼应用啊，伊就临时啊，讲 You raise me up。即摆煞变者，假日哦，台视咯，什么都是咯，采访有诶无诶吼。即摆穿电视咧用，讲对咯。安尼一个听你安尼有偌济讲300-400万人。生一个，即本迄个最近出来即个上年
少年时阵吼，伊个唐氏症哦，伊生一个囝唐氏症哦，啊伊木月经过什么安尼吼，你若有时间来，退休了无看啥，人拢叫伊主事啊，啊无叫伊是英雄。啊，啥物因阿爸安尼啦，一块地吼，落地啦，向前收起来，找一个林英龙都找拢无啦。啊，从细汉妈妈3、4岁就过身，阿爸佫俗个喏，拢变妈妈家己带陪大啦，拢嘛叫伊主事啊。啊，时代过身啊，啊找一个主事啊，找一个英龙找无啦。到尾仔问伊讲，就是林英龙。唉，迄块地吼，啊，做着看这林英龙吼，退休了无厝通住。我讲毋讲安尼，伊真买头前迄个讲800几万。啊，我看伊迄块土地是啊800几万尔呢，你有搁插进落去，我无啦，1000几万个啦。啊，所以吼，你迄厝了，剩了哪做？啊，感谢上帝，讲伊主做工地我无共款，啊，毋是干那讲做体育参加者有做工地我无共款，所以你我咱大家有做工地我无共款。土性泽因阿爸，土性泽因阿公，土性泽恁知影嘛？因阿爸、因阿公拢做我老师啦。啊，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是第3届啦，会当着初中。第3届你转迄个所在10个乡镇甲一间初中，3班查甫，1班查某。我毕业的迄个看做纪念册，土性泽因阿爸土平龙老师，是讲 Do your best, you are best。尽力所为就是很好。对得来，尽力为主做工，对无共款。我安尼一生吼，尊谈4大人，还是老师的话，感恩。我牛津咧，甲咱任这诗，这毋知什么人决定的，先咱才来任30年。咱这姓氏吼，毋通讲1节、2节、3节，安尼毋对呢。咱姓氏吼，规首道论、本论甲结论。作者就是讲道论、本论、结论，袂使甲拆开着啦，一定着记着。这对这作者对咱姓氏啊，这种道安尼规首毋通拆。咱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互阮的教会伫恁语文牧师来牧会，阮的感谢着兄弟姊妹的热情3好3正。由天父上帝赏赐聪明甲智慧，互中直会友将一个忠心、阁有知识的好关系。互教会质甲量拿齐天，阮安尼祈祷，开来所有性命，阿免。今仔日我要讲的讲果树在溪边，望温拿夏天，果子树是啥物？尾啊，圣经甲咱讲，互你一切所做顺利，无论你个人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要做啥物好，咱就从果子。这项物件要安怎会一切结论4篇第1篇第3结论讲要一切顺利，叶无大气，无生好看，啊，佫结果子无煞，好食好看，毋是啥呢？毋是迄个去食新皇帝厝，啊，就皇帝新去食厝。皇帝新干那穿看安水水啊，无通食。啊，这是安怎？果子树，人虽了讲栽伫迄个活山
讲较实在讲，耶稣基督根本的信仰，这水泉这溪边，你望阮会哪加天？咱真伫即个讲这三水啊吼，圣公会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学校起伫个所在。要去看迄个所在，迄个地要去的时候，逐天去看，一块空啊经过，哦，遐树啊，足茂盛啊，足青翠，遐有水咯，遐有够有水彩，经过所在。圣经甲咱讲定根啊，我要讲，要会当顺利，就是讲爱定根。信主得永生是真，根甲真。你若有定根，即种树仔在伫溪水边，你若定根，意思讲信主耶稣，永生永远到是真。永生毋是干那讲是你的灵魂活命即个永生，毋是干那安尼解说的。信主，你会当得到互你的事业继续兴旺，继续。健康，这是真诶啦。俗语在讲老虫耍灾，老虫耍灾啊，稳死诶啦。你捌听过即句俗语无？老虫，即个即个老虫，要甲耍灾，稳死诶。毋过咧，你真我啥有影袂影？即丛树啊，甲错起来。去下底较骨起，囡仔骨起，啊遐耍灾，会活袂活，稳死个啦。啊，你若要甲耍灾吼，你着先甲放筋，什么着放筋？即丛树啊，会着筋啊糊啊，糊开，啊甲搓去，啊，剩诶迄个心里啊，边仔遐个。有艺搁发展，有艺搁发展。啊，你要去栽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乌山水管啊落，互迄个泥土互迄个落花嘛较软个，啊，栽落迄伊个生长点无受伤，安尼着袂稳死个。啊，所以吼，栽伫溪水边。老虫耍灾袂稳死，啊！伊圣经安尼讲，无论业业到啊，你也免惊啦，叶嘛青翠啦，伫旷寒的所在嘛免看路啦。交代主啊，定根啊，伫河边啊，佫结果子无煞啦，啊！要互安尼一个条件，就是安怎啊是三夫妻。我逐遍啊去马街病去问诊吼，3个月一遍去问诊，啊门口就看着树仔有，啊拢查几字查伫遐啊拄着有无，我真感激啊！其实迄树仔啥物意思？是表讲是讲毋通有风台来淹着，毋知人甲淹着，所以选这查是无啥命。啊，毋过你三步经三帮站，我会健康起来。你我那么相像啊，姓施的新的姓施，144。耶稣的救赎接我，阿南的见证，人安那英文哦，毋通讲读到音影去哦。迄影是会震动的哦，啊，逐拢翕了毋对啦。英文是啊，直直啊厝像厝啊一头照落去，等下把你食咧。魂，以色列百姓，你是有魂跳，毋是有火跳，啊，个魂早咧一丛大丛树啊，下底啊影是安怎？人啊影，人行伫遐，啊狗伫遐，看着狗影，迄叫震动。
这是应问，在这咧甲你应，甲你点。我的魂安宁，温柔听窗的声音，会给我心，会给我心有门，对个天堂降临，想象安稳是恩，耶稣就扶持我安稳的行进，仁爱那引领我，我灵魂安宁。三个夫妻，兄弟姊妹三个夫妻，三个代表，彼此夫妻，决定落，什么艰苦所在，你若听，你若是听，你若听我，你就是听我，听有无？你若是听甲听，我心北就对话，啊你袂使讲出，啊我讲一个出气，安尼讲一个出气，啊你若真足大听，做者粪扫场，啊我从这我做代志来倒倒，啊我真足听，啊我就是在听，啊，这就是三个夫妻啦，冬奥。伫东京迄个奥运，意大利甲即个卡塔尔两个选手在跳悬，迄个新闻咱毋知有看着无？伊跳到2.37，米，2.37，剩两个人跳到2.37，即个意大利的选手甲卡塔尔选手。为着要讲决定讲什么人是冠军甲亚军啊，要甲扭扛去。意大利的选手吼，伊个骹受伤，伊讲我退出这个比赛。迄个时吼，卡塔尔选手吼，当然伊会得个金牌啊，敢毋是？伊退出当然伊就对啦。当时伊。这卡塔尔选手吼，走去问个裁判官，讲设置我若退出安尼吼，啊，阮两个咱三个得着迄个金牌袂啦？啊，迄裁判官参详了，讲会啊，安尼会啦。意大利个选手吼，迄骹受伤就无法度吼。安尼看着伊讲伊退出来，啊，我会当两个变迄个讲说金牌，伊安尼倒伫土块，流目屎，哭安尼哭，即款精神，三个夫妻，三个婚姻，啊，大家嘛真感动啊！要安怎夫妻？咱中间回忆要安怎夫妻？三块代表，啊钱莫借来借去，这钱吼，你借来借去吼，钱也无去，人也无去，有啥物困难，甲银行借，还是讲办普通合作社借。大岛3000万有啦，有人要甲我借钱，我无借。啊！你需要就我遮互你，啊！你若有则下我，安尼好，莫用这个。你毋免赶时间啊！你若有则下我就好啦。叫电话啦，啊，智慧型啊，手机啊啦，看是要用来若是咩事。敢若用这手机啊，学问偌大呢？我著讲一个电话，我甲写几句，伊甲用一个符号互你啦。你的题目是怎样？
我说着代志，人伊就来说着讲境内，我境内牧师辈们，我是人所谓请假。那么有来说讲境内牧师什么，伊就来说着有一个机会。你敢是讲？你若甲说着讲境内牧师，我知影，你保重，真无办法。你若搁当着事情，搁有听声，看影，搁无共款呢。你若互吵，彼此扶持，后声后影呢，毋是无影无食的呢。食是啥？骹食。有声有影，搁行骹去因兜，见面3分钟。这实在是牧会也真深啊！牧会嘛是美美角角啊。你要安怎得着伊的心？要安怎去甲伊安慰？有当时也毋免讲着啦，也较济。前礼拜是小人教会这事过去。伊个三个组长，我们尽量吼啦，吼较大声咧，吼啦，搁七落搭啦，你要搁吼啦，这毋是一日两日的代志啦，安怎听着，遐济啊，毋免讲话啦，陪看，来讲来听。彼此扶持，参政的教会因过阮有台教会青年团契青年教会青年团契因遐咧报册咱就去遐斗报，看工的看几日了几个人的拢算便便的当下教会伊咧啥物啊，缀限制的无够人去遐报工，这是三夫妻。这是也是讲定根伫基督的内面，要定根伫基督内面，咱知影定根伫基督，这个永生，这个天国，这是定根，这个永生是真好记啦。第二就是讲布衣啦，爱着培养照顾人民啦，义甲民啊有爱。这阵时啊，在溪水边，要冒险又无打去，爱着培养，爱着布衣这栽了布衣，培养照顾人民。伊有牧师甲阮讲，牧师我真是病啦，袂使就靠毋知得啦，这是做牧师就7-11。咱来找时间歇困，会有拄着困难培养人民啥，牧师就是前两分牧师讲法德第二，正人的爸爸无论安怎，你要照顾迄成重点毋通去受伤。我拄仔讲过，6天煞灾。学过了后，剩伊边仔我边迄成重点毋通去受伤。阮阿爸种苦瓜，阮母豆，阮上出名苦瓜。迄苦瓜土足定的，足定的就甲讲幼，讲幼。这苦瓜子就浸出来了，放踮咱的灶头。灶头有温度，有水大些，布叶有，爱土电个讲水强有落雨嘛是海个布叶安那掂落，毋通去受伤。咱偌济人讲话拢无咧头壳，拢无咧想啦，凊彩来讲。讲会使人咱。会使人咱遮话袂使人通讲，有当时无意中受伤，说者无意的，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啊，说者无意，所以
即个人诶成长点啦，啊像讲人诶自尊心啦，这咱爱着有特别爱着注意啦。人生难免啦，有不测诶风云啦，有单色诶好汉啦。124章第7章，我甲你讲啊，手仔若错落来，还佫有5万吼，伊会发应，啊发幼诶机啊，会生看啦。要安怎才会当错过了后，失败了后，倒落去了后，重新再起来？毋通离开上帝，袂当无有即个活命水准，袂当无彼此的扶持，都互顾迄个成长点，伊伫软弱的时，你毋通叫上帝要安怎帮助互这成长点，这个顶会知，互伊鱼仔食，不如教伊安怎去钓鱼仔，这真要紧的代志。主耶稣讲信我的人，像圣经所记载，对个腹肚内要活水啊，真像江河清出来，通灌压咱即张危机期，无升起来，永远踮伫水内底，的确艰苦有时过咧，种活我的见证。规条安怎我也面子了，规条惊落来，我叫伊就会使啦。讲你来西湖教会礼拜，要第2季啊，规条惊落到顶两年过来，这嘛是上帝真奇妙安排。看咱兄弟姊妹安怎吼，咱要安怎互咱的质甲量？就有忠心，有迄心，啊嘛迄知识安怎去。果树在溪边，望阮哪地区第3日要无成啦，无成啦，望阮无停啦，生甲停有押韵啦。若是无成，要互你望阮得个恩典啊，无停止个啦。以赛亚40章第20节讲，到迄日，耶和华发生意，的确水尊荣，地出产，要真像以色列受了倒转来，现做即个真水啦。譬如圣经讲，耶和华所发生的意要。水阁阳光，土地出产，要做以色列逃脱的人的阳光甲体面，无见识，到迄日有一日，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艰苦的所在，家家拢有一本难念的经，总是咱坚持听，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仁者仁也，向阳讲安尼听。人就是仁爱，仁者仁也，就是徛仁2位。啊，仁者仁也，徛仁即是仁，就是人也，就是人啊。人爱着为着对方来设想，这个就是疼心，疼心才是人。啊，人啊，仁者就仁啊，人啊，心才是人，啊，无咧为着对方设想，啊，你敢是人？所以仁者仁也。到迄日，咱若徛即在，艰苦有时过，毋通落志，毋通放弃。即阵伫一间教会一个女长老，迄月2个囝读了歹学校，毋敢讲伊囝读啥物学校，家己安尼争出去。我讲阿庆，
大只加万字啊，大只加万字，有影迄囡仔吼，有诶较大声成绩，头壳较早开，也较慢开。歹学校嘛做学生，我是无安尼甲讲，我讲大只加万字。我离开种1995年离开种教会，1985年已经教会，啊1995年离开种教会，到2009年去台南东门北溪个纪念教会3年半载，7号去遐要做3年半载，就来我问我后生啊你论嘞，讲你甲我讲大只加万字。即摆考掉台大诶，即个讲博士班，你甲我讲大只加万字，啊考掉台大博士班，我就走去台大甲看，伊家己讲我看，哪有是博士班诶尾啊还是头啊？我哩头个啊，这嘛是彼此扶持啊，鼓励。可以记得，啊！你有坚持徛伫遐，到伫迄日啊，到伫遐结局，你绝对毋通放弃。创世纪28章15在有记载天啦，对我讲，英文讲我要甲你三国志咧，你无论去啥物所在，我得甲保佑你，我得甲要带你做倒来即个所在，无离开你，直到我成全用你诶应允，上帝对咱哪有应允？诗篇第1篇130，咱诗篇你看看几篇，第1篇就甲你讲啊，无行歹人道路，安怎，啊，着手着早伫溪水边啊，也是结果子啊，叶也无干，啊，一切所做诶拢顺利，当着应允咱啊。申命记31章第8就讲，耶和华得家伫你诶头前行，要甲你三国之地，无放杀你，无离开你，无得惊，也无得论。申命记31章第8节，咱真侪人拢会晓用手机啊。你若听着讲啊，讲你讲要伫我面前行。啊，无得惊，无得论，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迄是对啊。快速圣经个给我讲，惊惶，啊惊惶个走出来，哦，这圣经对啦，就是真啦。耶和华的确伫你头前行，伊的确甲你三国之地。如放杀你，也无离开你，无得惊，无得论。无生呢，啊，搁开花呢，开花袂退呢。普通的花吼，阮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古早时代咧讲啊，即种花有百日红。虽然老师有兰花啊，百日红3个5个月。以赛亚35章第1节讲，旷野甲打水的所在，要欢喜。旷野甲打水的所在，我善良，我拄着困难，我落魄，必然欢喜。沙漠啊要快乐，我亲像玫瑰花，知影玫瑰花落废去，玫瑰花要知影玫瑰花落废去。我失败几啊摆，搁几啊摆。我台南东门吼，一个临床电子师，迄心脑病院的财务长，讲挂出，我一台车来载，迄飞机啊载玫瑰，你载，你爱玫瑰我来买，后边这我煞大摊哦。啊，可能我无习惯，哪来呢？啊，然后我就甲问，伊个是改良店无伊有甲讲，玫瑰吼，啊，台
陈成平牧师吼，伊也知身后伫咧台南身后伊迄水池啊，会知玫瑰。啊，英国人迄上到水平厝啊，种的玫瑰。台南强小地方保护区种玫瑰吼，一日爱着8点钟以上的日分。啊，温度吼袂使伤热，太热你无法度。啊，所以这吼行吼，过行就过山。要种这玫瑰吼，像玫瑰，点啊贵去呢。啊，你去到湾台，去到英国，去到北韩，去到南韩，较寒的所在，啊日头只有8点钟，真水啦。啊，只说甲恁讲，雨伞3、5张，第二就讲要开花无成，陆续加入，吼，欢喜快乐，搁烦恼，搁好，啊全啊好，啊讲这个，反正对种啊土地水，搁穿做，搁即个讲要亲着这个咖蜜，甲沙轮，到迄日吼，开花吼。啊，望阮无摕哦，开花袂煞亲像咖啡是以色列北部一个山脉，土地真水，啊，搁称做上帝国度，啊，亲像沙伦的玫瑰花，沙伦是以色列的西部吼，面向地中海真水的这个土地，伫遐要享受伊，人要看见上帝的这荣耀，看见上帝，请来遐个那水。我看咱大家吼，我真正真欢喜，我真欢喜种。刘经理甲我讲吼，我来听就讲吼，生意有利好办吼，是话有利好报有利吼，就是福气。就是讲，直接关接咧有资做建设，无拄着直接关接咧有资做建设，啊嘛，互人知影讲这个柯东升哦，已经87岁了。还能够玩下去，一定有一个老师了，有老师在主导了，无办法度了。老师甲教看什么卡拉诺的，什么写的，去那卡拉诺的，甲装机这个文件，文件要安怎 underline 吼，这样是彼此扶持，抗疫大势所在要开花。所以你会记住，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毋免十万，开花灭地，无成无停，哦。我去以色列人看伊讲，迄个抗疫啊，这正坡道啦，抗疫啊，迄只约旦河，迄边约旦人也要买啦，这边人也要买啦。约旦河，迄水对来，对黎巴嫩咧悬悬的山，积下底啊，这个泉水安尼流出来，源头就是啊，咱边仔有哪有安尼一迄大片的这个坡道安怎有够水通啊用？哪用18管嘛，一张坡道，一支18管物件。啊，遮大片的坡道，敢若一间厝，电脑式啊！电脑就咧控制讲，你当时着几钱啊？偌久的时间，几日水有够啊！唉，上帝实在是听迄定根之上，守上帝定根教授，所以。就是你我咱人有不足的心嘛，你我有不足的心，当时咱心花嘛会开，圣经英文就是旷野大水所在，嘛会开花嘛会无成，福气也无停，佫兴盛，佫迎上加迎，乐上加乐。往日这个讲命啊，快乐不较快乐。咱今仔日咱是学到的这回用，这种基本的面貌，大家人拢认的。
每一个人上帝拢肯定，耶稣拢肯定，挂中心嘛肯定咱啦，无我才会讨，啊无才会以阮牧师会讲叫我牧师来，啊前一过有用甲有是毋知影啦。若我若艰苦半暝12点外，佫叫电话互我定走来牧师馆啊，慢慢去便所点仔校，我就陪伊。啊，日就要到北投再去，伊个证文全拢放落我身躯的好啦，就较爽快。上帝赐福第二个牧师的囝孙。啊，事后伊所看见这有理。第5点，过失，世界品质第一的。你看咱拢世界品质第一的哦，人看你我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你若嘛是不客气吼，啊人讲话吼，不同款，不同款。结果是品质世界一。阮阿娘做人新妇仔呢3岁，相对伊个细汉就好，好我目睭迄个当时伊无我大人，目睭拢有迄脱落好，迄纱个，咱讲红目胶吼，我就用迄个德心油啊，德心啊油安尼个来练。正是无读啥物册，啊当时个人有啥物册当互你读？啊南部教会发展，北部教会就发展啥原因？咱南部哪有捌起来教罗马字啊，啊出教会公布拢读册啊，啊北部无啦，毋知好嘢人才拢读迄个汉学啊、数学啊，淡薄捌汉怎有嘛？我阿娘练罗马字吼，伊都无时间通看，做人辛苦啊。总是吼，拢着去礼拜啦。礼拜日吼，6点就5点恁吼，着去挂菜头负责啦。也袂使买菜，也袂使买菜，也袂使洗衫，也袂使啥物，做礼拜。我安尼嘛着去礼拜呢。1月日听4遍的演讲，我爱听蔡松年请来演讲。几十年一讲就7000块，啊这吼，一个老师讲，阮做牧师无效啦，阮做老师吼，阮照课本，今日照课本，这比了学生讲换人啊，过来后学期，这课本啊，课本，学生拢讲换人啊，我真爽快，啊你毋嘛？这学生拢买菜点遐啦，啊我课本我着逐礼拜换啦，有艰苦。我阿娘吼，逐礼拜拢去听人演讲咧，逐礼拜听人演讲，啊一世人听演讲，人讲安怎？讲迄乡是什么？讲个话拢真理气，真有道理。这是讲。咱信主耶稣人，逐个礼拜啦，拢迄品质拢无同款，是世界。一个毋捌字个人，啊一礼拜听4遍的演讲，1月日16遍，啊1年看几遍，啊一世人看几遍，品质无共，一倒一的，有人教学了啦。你讲知影有人教学？有人讲哦，郭牧师叫我做诗的哦，啊长头修哦。郭牧师你知影教？我讲，这现实哦，拢有押韵的，后5句、7句、8句拢有押韵的。一个咱今仔日要吟几首？3首哦，咱普通拢嘛吟5首。讲着了，读册伊就吟1首诗，
读圣经了，已经一首诗两首啊，奉的搁一首三首啊，搁即个讲，即个奉的诗，搁牧师讲着了诗，就四，搁接做五首啊。一礼拜吟5首诗，拢有押韵啊，一礼拜5首啦。一月日就20首啊，一年就几首？一礼拜5首，一月日20首，一年就200外首啊！看阵，你睇拢有诗，拢有押韵啊！你头壳内拢有押韵，你姓名拢有押韵啊！所以你有一寡材料伫咧头壳内吼，袂当遮姓水啊，互我知。你着圣经、姓名、基督化，生活着照圣经、现实化，尼就晓写啦。学咧挂中心，你无咧家己，无认真啊。你若正经伫溪水边，这果子是品质第一个啦，品质第一。布衣叫果子，雅各是讲雅各要建军，以色列雅各甲以色列啥物意思？那本来以色列百姓到时分咧做2个，2个了到时仔合并因过安怎拆场去到全世界几偌久？这2000年，毋知到这个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伊互批去，美国强国家互伊复国去啦。这个讲雅各要哪？讲雅各要建军，以色列要布业，要开花，搁伊个果子要充满全世界。这咱2个合了，以色列国了吼，伊即阵啊，全世界，无论是金融、科学、文明、医学等等，拢背后战争，所有的迄个得奖人士，以色列人啊，number one。因为圣经个人讲，耶稣个人讲，毋是恁拣我，今仔日你我咱拢是我拣选的。咱大家吼，伫遐路安尼行，你就会知道，伫这台北市边个地方，恁吼是我拣选的，是上帝行通过主耶稣拣选，咱讲我非常高兴，足条吼，足自豪的。咱讲莫讲条吼，日本人讲很自豪，不卑不亢。挂中是蛮自豪的，立万嘛很自豪的，对不对？对的，毋是恁拣我呢，是我主要所基督拣选恁，搁分派恁去结果子呢。咱就好康斗相过来，这就结果子。你要安怎叫人来礼拜？你莫叫人礼拜。有讲你嘛有你的朋友来，我来请人来讲，搁请信人个搁认识信息哦，是啥？搁毋免钱，搁毋免问题。信了说无信了说不管啦，咱现在就规定，广告注意，莫信现金咱人签名无迄无法度。咱这么做，这么思考，嘛无办法。你伫遐思考吼，思考英语叫 meditation。你伫遐思考，迄个语调 meditation A 甲 C 差安尼尔，你伫遐思考，你伫遐会当得到医疗，互你心安。创什么？嘿，这个good idea。人阮迄个闽人叫我负责点吼，甲我你若啥物想啥物代志哦，就随甲 memo 咧，memo 对 memo，就讲对迄个卡仔脑伫遐，对遐甲点落，
算较记啊，因为无这个事，我拢落去啊，阮第时通纸向我啥就爱甲记啊。咱招人来咱遮，一点钟久，所以恁就甲记落，就这三明治就好啦，就来煞啦。这嘛一个分派，你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上上低咧，互恁含我的命，无论对白求什么，伊拢要赏赐恁。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耶稣是葡萄树，我是耶稣的枝，你嘛是耶稣的枝。对。若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就会结一果子。因为恁若离开我，就袂做甚物。无离开耶稣基督，叶无生好看，佮结果子无煞。毋通拿以色列人的这个品质第一，就是受主拣选，你甲我所结的果子也是不如因，好无？好啦，赞。我嘛无想着讲我安尼为细汉，讲就讲做戏看希望，袂使看戏，袂使看报纸，袂使看大戏。做戏看希望，着一直读圣经，着认真拍拼读册。较这阵这手机内面有迄个游戏个我无去弄。迄电视有电视机有，迄连续剧我毋捌咧看。电影当时为着长乐细汉的时候，迄个时阵，我牧师讲，怎样去看电影爱啥再来是你要哪对后头交代。你是咧看电影？做戏看戏无？这是当时的思想是讲，到这阵我电影看10摆啦，变汉变好，战争甲和平几篇咧讲迄个册安尼看袂安伫咧看咧，真少看电影。这个手机因为我无去读册，总是这也无拄是正确。有个人精神有问题啦，会胡思乱想，精神医生会叫你看迄出电影，看这个迄个剧，照剧本安尼叫，互你集中精神，安尼较会通用。所以这是一只弦外之音结论来讲，望阮人的历程，咱要得着望阮人的历程，必须爱着定根。必须爱着布业，着无生，着开花，着结果子。也正诶，布业定根呢，伫活命水的工无边，的确爱着继续的培养，夫妇之间的培养，兄弟姊妹中间的培养，关心大家苦劝安慰。也正布业定根。伫主活命江河边有得着这三只菩萨夫妻，生命基督化，生活圣经化，会无生，会开花，会结实，愿大家拢像一丛栽伫溪水边的果实，望阮得福，日日拿过天。地貌就是讲，栽伫溪水边的这个树果树在溪边，望阮哪过天，咱来祈祷。遮尔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赐福阮西湖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
每一个家庭的子孙，虽然有个人无来礼拜，主也照顾因，帮助因，互阮做士大人，爱做兄哥，做大姊收的，通过阮的生活，互阮家族兴盛，因为阮在伫溪水边，上帝应允约束，耶和华伫阮头前伫带路，甲阮同在，无放弃阮，无离开阮，爱阮无得惊，无得论。上帝赐福在座每一位的子子孙孙，甲阮每一人三个，得着主赏赐，应上加应，温上加温，乐上加乐。感谢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非常感谢，当这个高福真好力，真个互咱会当得到真大的帮助。这是咱个回应，咱大家来念350首，求主施大恩，互我来求分，我心兴旺，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引点我心内，引点我心内。咱大家来念全首，咱请起立。
平安。平安。即时，咱来献俾咱的主播，咱来看报告事项。咱今早起下礼拜是退休传道书的奉献主日，总会传福会邀请咱所聘请的华主席牧师来伫咱教会请安报告甲证道，请咱兄弟关心来到甲奉献。第二，今仔日是大感节第3主日礼拜，点着第3期的紫色的蜡烛，来是讲是代表宣告甲记录，咱着欢喜快乐，互人会当伫即个节日内底看见主。第三，咱礼拜后要调开长聚会，请长聚老婆参加。第四，咱的中会有前3咱教会5本新的翻译的现代语的圣经，伫11月才出版的，甲着咱个总会所制作的含用的喙音，鼓励咱正教会来读圣经，甲咱的总会中会伫宣告顶面共同来祈祷甲努力。第5，庆祝圣诞节，请咱兄弟伫咱圣诞活动时，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斗阵来欢喜。咱第1是12月19，咱有圣诞赞美礼拜。第2是12月25，拜六暗时6点，咱有圣诞爱宴，咱举办一步一菜。伫爱宴完，咱有暗会，真欢迎咱兄弟会当提供活动节目，比如演诗、演奏等等。请咱甲咱秋美执事来指教。第6，教会咱有定着2022年的规律，要来赠送互咱每一位的朋友。咱放伫迄个招待处遐，咱伫内底。愿主祝福伫2022年，咱大家拢会当平安、主恩、满意。第7，咱每礼拜5的查经祈祷会，咱查甫请举箴言，主要伫分享甲祈祷，请兄弟斗阵来建造生命环境，邀请有需要祈祷的朋友，咱斗阵来参加。第5，全国的疫情，全国有时伫一个境界，大解放的范围里，咱伫室内当无限人数甲没法做的聚会，请咱兄弟议员共同遵守防疫安全相关的规则，彼此来守护。来到咱礼拜堂之前，实名制的登录，来量体温，来做酒精消毒，着带水烟。咱教会消息，咱到总会社到委员会来源表达台湾基督教会对2021年的公告的声明甲建议。4个公告案是无同意，详细情形咱来看即个网站。自迄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的练习是早起8点45。每礼拜四咱有姊妹的查经分享，早起10点。每礼拜5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后礼拜学顶的经节，着咱顶礼拜的人数，甲着奉献，咱一来看，拢着咱的会员来献献。先讲的事项，咱即礼拜招待是谢崇杰甲友来听，插会是张老师，清扫是游兰姐。后礼拜讲道是林牧师，书会是济南执事，书评是谢文老师，全国本人的书会是秋会执事林斌执事，招待是林总兄、吴刘兄，插会本人清扫是秋美执事。咱来看咱后面的进步，咱即只有用3个版本，咱一个斗阵，咱一项来读一摆。来，毋是恁编管，是我经营，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不等异地，互恁以我的名，无论对地求啥物，伊就互恁。约翰福音15章
来底个，毋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互你平安紧，互你体贴规矩，互你的规矩会当永远保持。安尼，你互我的名，无论对面有啥物，伊会互你，各项互你做得清清楚楚。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哦，就是咱议员大家拢坐咧，大概讲说吼，咱互相来请安，互相来能够来。平安，平安，平安。今仔日的花是数，今仔日花我是来唱足水，数人这叫我唱。就感觉有点不一样。好久没有看到我们思韵姐老师啊，就是他这个调哈。我有照相。照相。你要分享。咱伫看着牧师吼，牧师伊的他有赖吼，有脸书吼，哇，真多啦，他破很多，破了微信点赞，然后教会那个过来活动，参加什么活动，真多，嘛有破着咱，嘛有破着信的经过吼，所以这安尼，互相安尼关心着因，真多吼，伊也会当看到牧师牛，今仔日伫咱教会。来遮讲做，咱用泡泡啊，来来泡泡一下。我在听牧师的讲座吼，有种感觉意犹未足吼。我伫饭店看大家安尼，目睭拢无闭起安尼，目睭拢出大力吼。互咱当安尼一场安尼真好的安尼内心非常的安尼充实跟饱足吼。这个吼，敢若咱老，咱的台语吼。有讲吼，结果子吼，也是老长的较甜啦。挑意思嘛，老长这个果子，他已经有这么大的岁数了，他还是这么热心，在你的心安尼吼，应该讲，今仔日还是这么关心我们教会，关心着咱教会吼。毋是干咱教会，伊关心着足最近的教会，你也伫伊的脸书上看到很多的讯息。实在真感谢主，安尼求主对，牧师到牧师面吼，阮的身体会当安尼继续健康，好不好？好，到现在反正是犹豫，好不好？好。大家好，好，咱关心来做咱请牧师。大家平安。这个麦克风是旧的，因为牧师的声有当时啊较大声，所以旧的麦克风甲我的音频有当时啊袂合，所以请大家容忍一下，好。今日有几件代志要补充报告哦。一个是咱先来欢迎咱的新的朋友，伫后壁，咱的姊妹同齐来介绍。伊讲毋免介绍啦，所以上侪知。咱知影伊是咱的姊妹，安尼就好。另外一个就是谢丽姐，谢丽姐本来是明仔载要带伊开刀，毋过就是病医，甲通知讲，搁延一礼拜安尼。我讲安尼是好消息啦，表示这个代志毋免遐尼紧处理啦，咱就继续祈祷，看卖会当，互病医遐看伊安尼拢好好，无代志就毋免开刀啊，安尼嘿，安尼是上好啦，嘿，咱的心嘛较欢喜。另外一个就是咱宪文老师的妈妈吼，就伫
昨日啊，昨日去甲后病忘记安尼。啊，兄弟大家斗阵祈祷，上帝有听。昨妈妈已经清醒，所以感谢上帝，咱就继续求祷，因为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吼。互妈妈有清醒起来，安尼咱的心有欢喜啊。我听爸爸讲，明年要过60周年啊，结婚60周年啊。我讲安尼，咱来甲上帝参详啦，至少过爱到明年啦，袂当安尼遐尔早就甲带转去啦，安尼阮毋甘啦，嘿啊，啊就讲安尼哈，伊讲对啊对啊，就伫遐计划啊，嘿啊吼，啊所以望明年会当斗阵来庆祝60周年，结婚60周年安尼。好，安尼咱同齐来进行公道的时间。
干嘛？咱外国师伫岁末年终有要甲阮祝福一下。我就是感触啦。有人讲过是叫我，你姓氏你莫读经，阮家己经，我就无理由讲，牧师讲叫你家己经，安尼有姓氏吼，然后经姓氏，挺好听下。我经到咧讲第四站讲我无放生你，我无放生你。我目屎人生的上帝都放下来，佫最好个人讲一下，咱这经是这三款的版本，真少人咧讲。咱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哦，咱第三个和合本的本，真是对这英国国王真正国王钦定的，所以对个英国的国王就是迄个本吼，反正对咱这个和合本这个是国际性的吼，以咱的迄个工具书是咱的读，要找即个讲经选。你读罗马字了吼，向往要去找无。记一个哩啦，你互我找无，就对一个工具书拣选，就对拣选会对就按这东西。咱罗马字就来，所以咱咧读圣经，罗马字咱读，总是和合本的圣经你唔通无读，你若要找他要找啦。你伫这个快速圣经内，这个手机内，你有法就用和合本，和合本的才会当去找着，无其他无，因为这是已经国际，所以咱若读圣经读和合本甲罗马字这，你读了就了解，看罗马字咱所以真正要会记这圣经的是什么所在，有哪是这个。和合本一定爱读，你才找有一个在北市真有名、真大间的教会牧师甲我讲，我要在要礼拜，这圣经在讲还佫欠嘛，还佫听还佫是欠嘛，还是这样。我来看，伊讲读圣经，我读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你讲过咱负责，你也佫有。有这啦，听啦，还佫是负责。我就讲这个圣经我本来就，因为这个和合本是工具书工具，其他这样，这个工程真大个，所以我建议咱一定要这和合本来读，虽然是真古早，毋过这个是已经你无是对个工具书来。像吼，迄说巴结咧，咱罗马字咱当然咱知影，包括现在中文本，后译的本，这圣经讲话四歌圣经讲话环球圣经讲话美国联合圣经讲话这有诶无这像这和合本的这个圣经咱一定爱读，罗马字圣经。这是咱大家理解这个国家人性思换、同心语特别同心语，甚至是善的思人性思毋是唱性思唱性我就用唱，袂使讲咱唱性思，毋对啦，咱人性思唱性歌就是。佫拍鼓仔来，欢迎，谢谢郭老师。郭老师现在是看有要去倒位？也知。然后无计划就是来叫来车，阮邀请所有教会邀请你，全部顺利来到阮吼。
做伙。今日咱日子周报，我感觉足有意义的，请你来好好保存。咱看咱这个年月日，2021-12-12，讲到时可不重新。2022，爱你爱你。这是。好，我们是有教会，有关系我们来咱嘛精彩。好，咱来演说一点的诗，402首，困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各保护，假使我言行嫌比死正，知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不见，对找引带失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来，起立三个。对这事得到永世代无尽。阿门。